艺术水较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迄个台湾话、日客仔话，真侪拢讲外音的。像国情定咧讲两角15线，两角15线剩偌济？剩一角半，啊一角半就是5，安尼叫做角5。角5外音就是代志吼。我今日角5啊啦吼。讲外音的俗语话、日客仔话，趣味，互听着会感觉起爱笑。啊，今日要讲这两站、这两句吼，拄好听好，你叫恁兜的幼囡仔来看，因为毋但干那讲外音，有一个艺术的所在。佮第二就是讲教咱的幼囡仔理解啥？理解讲咱对时代、对长辈、对家族内底的亲情，安怎样称呼？敢有影？头一句咱来讲阿公娶某，阿公要娶某，阿公娶某娶着谁？当然啦，咱过去台湾的一句俗语，咧讲老翁公婆啊，老翁公婆啊，公就是对婆，无毋对。啊，若阿公娶某，咱兜加一个谁？煞毋知影讲加一个阿婆啦。阿公啊娶某，加一个阿婆，家婆讲外音，本来是讲嫁出来即个家啦。到落尾吼，家婆伊咧描写啥？就是讲吼，无你的代志，你会当遐杂插，安尼叫做家婆。所以吼，有当时啊，人歹势直接讲，毋则说即个日客仔话讲啊，迄个人吼，阿公啊娶某啦，意思就是讲吼，迄个人吼真杂插，真家婆啦。拄好教咱的囡仔理解讲，公就是对婆，这头一句日客仔话，毋但外音趣味。佮第二教讲，咱家族内底亲情安怎样称呼？佮来第二句，咱来讲阿公讲完话，讲阿嬷生查某囝，阿嬷生查某囝，安尼阿嬷毋足侪岁，还佮咧生。那即马是较罕见，较无即个情形。毋过农业时代，老母甲查某囝，老母甲新妇同时间伫咧生，这真侪有，毋是无哦。毋则讲阿嬷生一个慢查某囝，慢就是讲上少岁啦吼，上少年，厝里上细就对啦。阿嬷生查某囝，咱咧称呼啥？阿嬷生出来查某囝，轮辈无轮岁。虽然讲伊年岁比咱较轻，咱嘛是爱叫伊阿公阿嬷的查某囝，咱就是爱叫阿公对。所以阿嬷生查某囝，来教咱的幼囡仔理解讲咱厝里的称呼。阿公阿嬷的查某囝，咱就是叫阿姑。啊，当然啦，老母这边。外公外嬷的查某囝，咱就是叫阿姨，这咱知。阿嬷生查某囝，生出阿姑，或者生姑，原来讲外音的物件，放咧无食，佮无冰。梦年啊，天气遮热，随着生菇啊啦。啊，若台湾话咧写生菇是下骹这两字写法才正确哦。顶头这两字是国情咧写讲生出阿姑，互大家理解。这两字菇写法无共，毋过共音。趣味讲外音，日客仔话，真正的艺术就艺术伫遮啦。